系列。公元第13。今天请先坐下。吉祥之慈悲，前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讲师好。好，请坐下。这里，梁老师，各位家人、家人，各位真大家，大家午安。老师午安。还有葡萄干叫冰糖那个以上。
科以为科，法科法科，一节不完，一科以法科，业以时字，有以为万，故分子以人地人，盖以己，用事为得不完，自就记而不完，亦无事有人，分子之多数，莫未能一言，所求何主以殊乎？未能也。所求何神以殊君？未能也。所求何地以殊兴？未能也。所求何朋友先施之？未能也。用德之行，用言之紧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进，言过行，言过言，文字何不彻彻意？第13章是讲